嗱，咁各位同學好啊！咁啊，呢個課程叫佛法與禪修，咁呢堂應該係第10堂。咁咧就都要同大家報告一下嘅，即係因為上次我喺度擺片上去 YouTube 擺咗幾年，因為第一次咧，佢需要我過咗檢測，然之後先可以公開。咁啊，但問題係佢檢測嗰個嘅條件咧，佢又冇講俾我聽喎，咁所以我都唔知點㗎。咁啊，唯有自我審查一下啦。咁就冇辦法啊。咁啊，所以就即係頭先同同學都係分享嗰句啦，即係如果你想聽啲咁嘅東西喺網上聽咧，就可能要把握時間，遲啲可能唔知會有啲咩事情發生，希望冇啊。嗱，咁樣咧就即係我只不過係如實同大家講嘅。嗱，咁就佢檢測好多理由嘅，可能驚我侵犯別人版權啊，或者即係毀謗啊等等，唔清楚啊。咁就咁今堂咧就係第10堂啦。咁我啲課程咧就一般以15堂就作為一個單元嘅，就咁所以咧就過埋今堂之後咧就做咗5堂。咁但係咧跟住落嚟嘅禮拜三，即係下個禮拜三咧係我哋嘅 Christmas Eve 啊，12月24。咁再下一個禮拜三咧就叫做year end 即係除夕啊，3月31。咁就2日都係嚴格嚟講冇人會上堂。咁啊，所以即係我係休息嘅。咁我亦都係把握時間咧，自己去反省下自己教嘅東西啦，係咁啊。咁所以咧上埋今堂咧，下一堂就如果冇記錯，應該係1月7號，即係2026年嘅1月7號嗰個禮拜三先至有堂。咁跟住落去，我記得咧又好似撞到呢個農曆年嘅，唔係愛回家嗰個農曆年，係真係農曆年㗎。咁啊，到時先算啦。咁就咁呢個課程就即係睇下大家喜唔喜歡啦嚇。咁我都會即係越嚟越想講多少少關於呢個禪修嘅東西嚇。咁一般嚟講，我嘅課程咧就係理論同埋禪修係一體嘅。咁就老實講，如果係冇咗呢個網上咧，咁可能冇學生啦。咁但係如果有網上咧講禪修咧，我就覺得其實都有啲辛苦，即係我自己嚟講，因為我為咗保護各位同學咧，就冇俾大家開樣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如果開樣你唔聽咁啫，咁又燒緊個學生。咁當然網上學生就其實其實就冇乜，即係點樣講咧，就冇實體學生咧咁容易即係教嘅啫。如果禪修嚟講，因為我睇唔到你嘅反應啊。咁我就知某啲嘅比丘咧，就香港嘅比丘啊，咁佢哋就會係要求同我開樣嘅。咁嗰陣時我都有個師兄嘅建議我咁樣，我話大佬我唔係比丘嘛，唔應該叫比丘，我唔係師傅啊嘛。啊，即係佢哋話俾我聽阿姚師傅要開樣咁樣，即係你上我未上過姚師傅課程啊。咁要開樣嘅，咁樣俾佢睇到你嘅咁樣啊。咁佢嗰個叫咩鬆入式嘅禪修，咁你有興趣可以去睇下啦。咁頭先都同同學分享啦，如果南傳通常咧就係3個地方嘅，或者3個國家啦，即係香港可以接觸到，或者書本上可以接觸到。一個係泰國，咁泰國最出名就阿姜查啦。咁姚師傅，姚師傅係文師傅嘅弟子啊。姚師傅而家個道場咧就喺呢個南丫島嘅，咁佢哋叫南傳禪修會。佢哋你如果去到咧，會見到擺咗阿姜查嗰張相出嚟，咁但係佢唔係阿姜查個牌嘅，搞清楚。只不過原來咁啱咧，阿姚師傅嘅師傅叫文師傅，文師傅嘅師傅叫龍坡間下咧，就好似係阿姜查嘅親戚。咁所以就即係當然係長輩啦。阿姜查已經死好耐，上世紀80、90年代已經過身。咁但係佢就係上個世紀泰國嘅森林派最出名，即係世界級嘅禪師啦。
咁啊，呢個係泰系。咁泰國系統咧，就我自己嘅睇法咧，因為好得意嘅，因為佢嗱森林派咧，佢就視大迦葉尊者為祖師嘅，因為大迦葉尊者咧就叫頭陀第一啊嘛，即係佢頭陀行第一。咁所以咧就森林派咧就係頭陀行嘅，某程度係頭陀行嘅，即係佢哋可能唔係唔接受供養啊，淨係乞食。又唔住寺啊，唔住廟，咁啊喺森林嗰度啊，嗰啲牧草嗰度住，咁啊又即係呢啲啦嚇。咁啊，如果你想知道咩叫頭陀行咧，有本書有本論咧叫《清淨道學論》咧，裏邊有一品叫《說頭陀行品》啊，咁你睇下，好似有13個內容嘅。咁當然而家老實講，係咪即係佢話佢森林派跟足呢13條未必嘅？咁你要即係睇下佢哋，咁其中一個就好似話，即係唔瞓嘅，即係唔瞓嘅意思係唔瞓喺度瞓啊，啊唔瞓喺度瞓，即係盤腿天光嘅。咁而家係咪咁收唔知啊？咁啊最出名阿姜查啦，咁阿姜查就當然圓咗寂好耐啦，上個世紀90年代初已經圓寂。咁佢有兩大弟子，一個叫即係兩個出名嘅外國弟子，一個叫做阿詹布朗啦，即係阿姜普拉姆，咁啊道長喺澳洲啦。咁另外一個就叫阿姜蘇美多，係一個美國人嚟，咁啊道場就喺英國啦。咁啊反為阿姜普拉姆係英國人嚟，咁所以都幾奇怪。咁但係阿姜蘇美多就應該已經退居咗啦，因為年紀好大。咁啊其他當然有唔少好厲害嘅弟子啦。呢個係泰國系統啦。咁第二個系統咧就係緬甸系統啦。咁緬甸系統咧就香港嘅，譬如我喺金寶樓啊，金寶樓以前有一個道場喺度嘅，叫慧觀禪學會咧，就係呢個緬甸系統嘅。咁緬甸系統咧就好複雜啊！我一講緬甸諗起 KK 園啦。以前我哋一講起緬甸就諗起禪修嘅啫，因為全世界只有緬甸呢個國家咧，據我所知啊，而家唔知有冇改變。10年前都係咁，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有一樣 visa 咧。有一樣簽證咧叫 meditation visa 禪修簽證，即係你可以以禪修為理由咧申請簽證入佢呢個國家3個月，只需要有一個禪修嘅道場咧就證明你接受你去嗰度禪修。咁如果緬甸就好多派啊，咁啊頭先同我傾開嘅即係所謂嗰個叫做咩10日內觀禪，10日內觀禪亦都係緬甸嘅。咁10日內觀禪嗰個搞出嚟嗰人叫咩？一下唔記得咗。佢個師傅就記得，佢師傅叫烏巴慶。咁啊，跟住果恩卡係冇錯，果恩卡搞出嚟。咁果恩卡係一個嘅在家人嚟嘅。咁啊，嗱，我嘅資料唔知係咪啱㗎，不過即係啱啱諗開同大家分享啊。果恩卡就應該係一個印度教徒嚟，即係佢本身係印度教徒。咁但係咧，佢就因為頭痛啊，有強烈嘅偏頭痛啊。咁於是咧就去揾佢當時嘅師傅叫烏巴慶啊，又係一個緬甸人，第一個在家嚟。咁啊，阿果恩卡好似係印度人，咁就烏巴慶話：你嚟揾我學呢啲東西就為咗醫你嘅頭痛啊！你啊真係有啲大材小用啊咁樣，即係得小以為足啦咁樣啊！咁你學咗先啦咁樣。咁啊，果恩卡係一個好叻嘅生意人嚟。咁佢學咗呢套嘢之後咧，就將佢就搞一套叫10日內觀禪，咁啊全世界性，咁啊香港都有嘅啊，咁啊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參加。咁佢你留意，如果你去參加嘅話咧，10日嘅意思即係12日㗎啦，因為入營嗰日同埋出營嗰日唔計嘅，係一定要計足10日。咁所以呢個叫10日內觀禪。咁啊以前咧嗱，你要留意啊，如果係10日內觀禪咧，第一樣嘢咧，所有首飾都唔帶得㗎。你話我日都要念佛㗎，我念珠又唔得，你念佛啊，你帶住個佛牌唔得。因為佢去到某啲地方咧，呢啲要揾布冚咗佢，佢好堅持我哋係非宗教性。咁呢個咧曾經喺某啲道場引起咗某啲嘅爭論。呢個即係我如實同大家講啫，因為我都識唔少人係喺裏邊啊，仲係去到做到 tutor 啊，即係導師啊，或者呢啲啊。咁啊，另外即係另外一派咧，緬甸嘅就當然係馬來士啦。
啊，咁印度亦做台灣亦做馬哈希啊。咁佢嗰個修法咧，就係你觀呼吸咧，一定要用呢個腹部嘅起伏嚟觀呼吸嘅，即係用腹部起伏嚟觀呼吸，又唔係禪宗嗰種。禪宗嗰種又有啲係氣沉丹田啦，即係觀個丹田，佢唔係，佢係觀個腹部嘅起伏嚟觀呼吸。咁呢個馬希啊，亦都係上個世紀一個非常之出名嘅禪師，世界級嘅禪師嘅馬士啊，即係英文，英文係馬士，但係馬士呢個名係好普遍嘅印度名啊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孫龍，孫龍香港都有嘅，孫龍急速呼吸法。啊，即係如果你中意佢，就會勁中意佢；如果你唔中意佢咧，見到佢就嗱聲走。咁我有朋友就收呢派嘅，咁佢叫急速呼吸法咧，就好急速咁呼吸。啊，咁啊，據我所知就好似坐兩個九個字。啊，你唔轉得姿勢。咁啊，第一個就係急速呼吸九個字，跟住咧就之後咧就咁坐喺度九個字，2×9=18，即係好似個半鐘咁樣。咁我有啲大陸嘅朋友就收呢支嘅示範俾我睇。跟住我見就你唔好搞，因為我知道自己嘅腳咧，因為我中年先至開始學盤腿嘅啊，即係做唔到嗰啲咁嘅動作。咁啊，另外仲一派咧就係又係好鬼多爭論嘅一個叫柏奧禪師嗰度，柏奧禪師嗰度咧就你一定要見到禪相，即係你禪修一定要見到禪相啊，修到你見到禪相，咁然之後咧你就將嗰個嘅注意力就擺喺個禪相嗰度，跟住你要見到色聚啊，要收錄見到色聚，色聚是什麼東西咧？構成呢個身體嘅一啲嘅 small particles，一啲好細嘅總細個原子嘅東西。咁如果漢傳咧就唔係叫色聚嘅，漢傳叫漢傳有個名叫極微啊。咁係咪同一樣嘢咧？咁啊真係要揾啲學者研究下先知，即係有類似嘅嘢啊。咁啊呢排喺台灣就好紅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緬甸嚟講咧，就而且少嘅導師亦都唔少，咁所以咧就呢個緬甸呢排，咁就如果禪修咧，大致上係呢兩派啦。啊，咁我頭先講泰國嗰係咧就講少咗，因為咧就佢哋森林派，譬如阿姜查，佢奉咧就大迦葉尊者為祖師。咁我哋中國咧有一派好出名嘅，又係奉大迦葉尊者為宗師嗰派叫咩啊？中國有一派。中國有一派奉大迦葉尊者為宗師嗰派叫咩啊？啊，佛祖拈花，邊個微笑啊？係啦，佛祖拈花，迦葉微笑咁咪禪宗咯。咁所以就我自己，因為我以前都學過禪宗，咁所以我覺得阿姜查啲嘢其實都有啲似禪宗，即係兩個有少少相似嘅嚇。咁至於點相似咧？如果你問我就會答你，你唔問我唔答。咁就咁跟住就到斯里蘭卡啦。咁斯里蘭卡咧就差唔多全部都係學者嚟嘅，所以我有啲師傅朋友咧，師傅朋友即係出咗家嘅朋友咧，佢話我哋出家其實嗰間寺院就係大學嚟啦，咁所以你一出咗家就就咪讀書咯。咁所以咧就喺香港自然教咗成10幾年，後尾去咗香港大學教嘅呢個阿拉魯特老法師就斯里蘭卡，咁係學者嚟嘅。咁學者你就佢會唔會同你講禪修咧？會嘅，即係喺你喺課堂上面講咯，即係同你禪修就應該唔會啦。咁所以據講當年啊，蕭識球老師啊帶同埋唔知10個定8個人一齊去斯里蘭卡噶嘛，揾老師啊去到嗰個 BPS，即係嗰間咁嘅出版社，佢哋介紹嘅係一個在家人，而唔係出家人。嗰個在家人叫咩啊？李老師嘅老師啊？我哋未聽過，搞錯你，一陣去揾本書嚟睇下。國明居士啊嘛，國明居士啊嘛，而家有國明居士同學會啊。呢度金寶樓呢個地方，其中一個嘅團體就係國明居士同學會啊嘛。啊，咁所以就係而家南傳基本上得呢3派，咁其他細嗰啲咩柬埔寨啊嗰啲都係南傳國家嘅，但係就好似冇呢啲咁厲害嘅師傅。咁其實咧，
安全有冇呢啲咧？其實我俾你聽係有嘅，因為原來雲南四川咧同緬甸係接壤嘅。你睇地圖啊，唔信就咁。所以咧喺緬甸呢個地方上邊咧就係四川嚟嘅，好似啊咁啊，所以佢裏邊咧有南傳佛教嘅，即係中國都有南傳佛教。你唔好以為中國全部都係漢傳佛教啊，唔係咁嘅。即係所以咧，我哋學佛咧，我自己嘅經驗咧，你一定要好開心，即係你去學一樣新嘅嘢咧，你要清空咗自己嘅心先啊，因為裏邊啲嘢原來唔同，即係同你所想嘅可以好唔同，即係你以為係咁，原來就唔係咁嘅啊。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即係我俾大家嘅 advice 建議啊。咁至於你修行最重要咩咧？你究竟想點啊？咁啊，你修行你究竟想點？你想得到啲乜嘢？啊，咁你話我都唔知想得到啲咩㗎，不過我覺得好有興趣嚟玩下，咁你繼續玩去啦。咁但係咧，你一定要目標想點啊？咁啊，因為近期我啊有機會教班師傅啦，即係比丘們、比丘嚟。咁啊，不過隔住個 Zoom 咧又係，咁啊佢哋就睇佢哋功課全部都話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大乘嘛。咁大乘一定係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啦。咁如果你要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咧，就有兩樣嘢你一定要有咯喎。咩嚟嘅？啊，發菩提心，發菩提心咪講咗咯，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咪叫菩提心。有兩樣嘢你要有，你先至可以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啊，長智慧。如果你要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咧，基本上特別係下化眾生啊，第一樣嘢你有慈悲嘅。如果你冇慈悲咧，你就真係好難搞，因為啲眾生咧其實都幾恐怖啊！啲眾生其實都幾可怕嘅，你睇你加沙都打到，你睇而家泰國同柬埔寨又 F-16係咁炸，咁如果你係一個出家人，你點搞咧？兩個都係南傳佛教國家嚟，咁啊幾十萬人而家又要逃亡，呢啲就不過咁啱諗起。咁啊第二樣嘢就係能力啦，能力裏邊咧包括咗智慧啊。咁啊，如果你有慈悲，你冇智慧咧，就分鐘俾人玩到你陀陀擰。咁但係咧，你如果有能力，你冇慈悲，某程度咧，你見到啲眾生，可能你都係，我都係翻上山唞一唞先，可能會係咁啊。咁啊，基本上係咁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講完古仔啊，啱啱夠鐘，啱啱夠人數，上次又係呢個人數，我可以繼續講，繼續講我哋嘅出入息念。咁今次講呢個經咧，就叫八一零經，咁可能你都聽過。八一零經可能都聽過，不過老實講咧，佛經咧，即係如果譬如原始佛教講嘅佛經咧，就講嚟講去，可能你都聽過晒啊。不過就即係原始佛教嘅經典，再個重點係咩咧？在於你做得到，即係佢講俾你聽嘅嘢，你做得到呢個好重要啊。如果唔係咧，就係一啲概念啊。咁你啲概念咧，就如果概念而冇實際嘅好處嘅話咧，可能係一種戲論。咁啊，大乘又如何咧？大乘因為後來嘅歷史發展咧，佢變咗，即係慢慢變成咗一種好厲害嘅哲學，或者好厲害嘅心理學。咁你淨係要明佢嗰啲哲學，明嗰啲心理學咧，你可能已經用好多時間。咁但係咧，有個好處係咩咧？原來好多人好中意嗰啲嘢。阿師兄啊，你一日開咗個運動，呢度我都可以講啲啦。係啊係啊。喂，因為呢位先生啱啱做完物理治療，我驚佢有乜異郁嗰陣，我走佢先啦，佢先唔使。因為如果佢唔夠光咧，呢度睇到好暗。
嗱，咁我哋翻嚟講呢個《把靈經》啦，《雜寶含經》啦嚇。咁你睇經就第一佛喺邊度講㗎啦嚇？呢個地方真係好少見啊！金剛拔求摩訶側嘅薩羅尼林中啊，咁係一個咁嘅地方。呢個係第一樣嘢啊，時就一定係一時㗎啦，至於幾時就冇人知嘅。點解咧？印度人就唔係太着重嗰個時間。咁亦都有啲人就講咧一時啊，佢用好哲學化或者好浪漫嘅大乘嘅講法啦，一念萬年，萬年就歸一念啊，咁所以其實時間咧係相對嘅啊，咁所以一時咧就有呢個意思，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。咁如果你可以接受呢套啦，就真係幾浪漫。咁如果你唔中意浪漫呢兩個字咧，就可以用莊嚴呢兩個字啦嚇。咁咧就以是尊者阿難獨一靜處，咁你見到尊者阿難，咁即係話咧對機者就係阿難。咁就思維禪師啊，嗰度禪修啦嚇。禪修咧就有兩種嘅嚇。如果你學過我嘅課程，就應該一定知㗎啦。一種係叫止禪，一種叫觀禪。咁止禪就好簡單啦，心住一境啊，心住一境啊。如果用啲靚啲嘅説話得唔得啊？心一境成，心一境成。咁即係話你集中，將你嘅心集中咗一樣事物上邊，咁就叫修止禪啦。咁最普遍嘅東西係咩咧？譬如身體，譬如呼吸，譬如聲音啊，譬如再落去，譬如念頭啊，咁呢啲叫止禪啦。即係咧，你係集中咗喺佢度啊，即係譬如我而家觀察呼吸啦，覺知呼吸啊，咁淨係知道呼吸。跟住咧你就要擺低個五蓋，覺知呼吸啦。咁慢慢咧，你會覺得個人咧就靜落嚟，跟住咧有啲輕安嘅感覺啊。慢慢即係如果功夫到咧，就會入禪定啦。咁呢個叫止禪。咁觀禪就唔同啊，觀禪咧係分析性，觀禪係去觀察。咁如果原始佛教裏邊所講嘅觀禪咧，就係你一定要基本上咧，你要以自己嘅身心狀態嚟去做觀察對象。咁咩叫身心狀態咧？即係你嘅蘊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或者你嘅六處、眼耳鼻舌身意啊。對境啊，色香味觸法。咁跟住咧，眼識、鼻識、意識、身識、意識。咁用呢啲咧嚟到做觀禪嘅。咁我唔中意用呢啲得唔得？得。四界分別觀，地水火風。我哋身體嘅硬嘅東西叫地界啊，暖嘅東西係叫火界啊。水界譬如血啊、淚啊、汗啊呢啲啊。地水火，風係咩咧？呼吸咯。咁呢啲咧就可以攞嚟做觀禪。咁觀佢係觀乜嘢咧？你要睇到佢嘅實相或者叫共相，即係所有嘅事物都有相同嘅性質嘅。咁乜嘢係所有事物相同嘅性質咧？阿佛陀話無常、苦嘅、無我嘅啊。咁呢個叫三常啊。咁原始佛教嘅教法咧，好簡單就係咁啦。如果去到南傳佛教咧，都係一樣。不過佢哋觀禪咧喺歷史上邊，佢咧加咗好多嘅方法，裏邊加咗好多嘅方法同埋唔同嘅意見，即係教你點樣修。所以有所謂16隨觀智啊，即係你要有16個步驟嘅。漢傳又如何咧？哇，犀利！漢傳俱舍論四諦16行相，即係你要修到成阿羅漢咧，你要經過16個步驟啊，16啊，叫四諦16行相，四諦即四諦。原始佛教冇咁複雜啊。你見到而家呢度阿難咧，佢呢個思維禪師咧，又喺度分析嘅，即係佢唔係喺度修止禪啊。分析咩咧？頗有一法，有冇一樣法立法，即係事物啦，又可以指教法啦嚇。而家如果呢度嚟講咧，就唔係事物啊，呢度嚟講係一種嘅修行方法啊。佢話有冇一種修行方法咧？收集多收集，令到四法滿足啊。四法滿足已啊，七法滿足，七法滿足已就二法滿足。哇，大佬，如果你未讀過原始佛教咧，或者未讀過南傳佛教，你以為喺度猜啞謎喎，真係知唔知猜啞謎？有一樣嘅方法啊，你收集咗咧，就會令到四樣方法滿足。咁你四樣方法滿足咗啦，就七樣方法滿足，七樣方法滿足咗，兩種方法滿足，咁你真係點？
即係十足似咧，我哋嗰啲咁嘅中秋或者咧，你即係正月15嗰陣時嗰啲燈謎嘅。咁啊，當然佢呢啲唔係燈謎嚟嘅。咁呢度講咧，柯蘭尊者都即係未諗得通喎，於是佢咧走去問阿佛陀啊。咁啊是啊，咁啊呢個尊者柯蘭咧就從禪覺已啊，即係出嚟啦，出定啊。咁就往藝佛所啊，稽首禮足先，咪見到個劈頭問問題啊，退坐一面啊，傾下偈先。咁就白佛言啊，咁啊世尊，我讀得正處就思維禪書就作是念，咁啊從上邊一樣啊，咁啊唔重複啦。咁啊跟住咧，佛陀就犀利啦，啊猜謎語高手啊，一聽就知你講乜。咁於是就打板喎，咁啊佛告柯蘭，有一法多收集矣，啊乃至咧令二法滿足，即係咧好似你頭先講啊，一法滿足啊，四法滿足，四法滿足啊，七法滿足，七法滿足兩法滿足啊，咁啊何等為一法咧？就為安羅波羅念，即係出入息念，即係叫觀呼吸啦。咁呢個啊好多名稱嘅嚇，安羅波羅音譯嚟嘅，即係如果直譯就應該係出入息念，或者叫觀呼吸啊。咁如果你學過漢傳，即好興講數息觀。咁但係其實數息觀咧，就基本上咧就係漢傳講嘅比較多。因為如果你經典裏邊咧冇教數嘅，經典裏邊冇教數嘅方法。咁就去到阿毗達摩咧就有啦，南傳嘅阿毗達摩咧都有數嘅。咁但係咧，即係南傳嘅師傅咧話咧，你可以用數，但係咧如果你個心咧好亂，你可以用數。數即係數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叫數啊。咁就如果你，但係如果你用數咧，你要走翻出嚟先得。即係終有一日咧，你要放低嗰啲數目字。如果唔係咧，我最記得嗰個師傅講咧，如果唔係咧，你就喺度做會計，你唔係喺度禪修啦。咁就呢個咧，大家咧就去體會下啦。咁因為中國人咧喺唐朝嘅時候咧，有個叫智者大師咧，佢創咗個天台宗啊。咁啊，智者大師咧就佢有個叫六妙門咧，第一個就叫數啊，所以佢數除止觀還淨啊。咁所以咧，即係譬如當年我學即係禪宗嘅時候咧，即係如果漢傳嘅系統咧，佢都教你數息嘅，佢教你數息嘅啫嚇。即係心嗰啲嘢咧，唔係咁容易教你嘅，即係好坦白講。咁啊，點解唔係咁容易教你咧？你要個程度到先教得你嘅，即係你小學程度咪教你小學嘅嘢咯，中學程度咪教你中學嘅嘢咯。咁呢個亦都合理嘅。咁所謂咧，佢阿佛陀咧一講就明講啦。第一樣嘢就係觀呼吸，即係安羅波羅念啦，多收集矣啊，就能令四念處滿足。嗱，咁上一堂我哋講過啦，點樣用呼吸十六法嚟到收四念處啊？咁所以其實呢個經一樣，不過多啲嘢咁解。咁即係話咧，你如果收觀呼吸，如果功夫到咧，嗰四念處會滿足。咁四念處滿足咧，你七覺支要滿足。嗱，七覺支呢個亦叫七覺分。咁啊，七覺分咧，亦都有佢嗰個嘅好處喎，即係部分嗰個分。嗱，七覺支咧，一定要全部有晒七樣先得嘅，即係同八支正道一樣，所以叫七覺支啊嘛。咁如果你淨係得六支，咁點話揸支得唔得咁樣？如果係咁嘅話咧，你就如果人嚟講咧，譬如四支冇咗支咁啊，叫殘疾咯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七覺支少根支咧，就唔係叫七覺支啊。咁所以如果你要覺悟咧，就要七覺支具足先得，即係有齊晒啊，有齊晒七覺支。咁啊，七覺支滿足咁啊點咧？明解脫滿足。明咧一般嚟理解咧就智慧咁嘅意思啦。啊，智慧啊，咁所以佛陀咧稱佢自己就三明三昧。佢咧就三明啊，咩明咧？宿命明、天眼明同埋漏盡明啊。咁三明三昧，佢自己喺經裏邊講㗎。咁啊，因為當時咧就有人問佢啊，你係咪一個全知者咧？即係宗教咧好中意講咧，就全知嘅啊。咁啊，佢話我係一個三明三昧。咁啊，咁當然後來嘅大乘佛教咧就講啊，佛陀有一切智啊。咁啊，弟子就算阿羅漢弟子咧都冇一切智。咁呢個係唔同學派嘅對經嘅唔同理解啦。咁如果你智慧滿足咧，咁啊解脫滿足啊，解脫滿足啊。咁所以咧呢個就點樣一而四，四而七，七而二就咁噶咯。即係一就四啦，咁啊四就七啦，四就四念處啦，或者四念處啦，七就七覺支啦，
或者七國分啦，就咩義咧就係命同埋解脫啦。嗱，咁佢點樣修呢個嘅阿耨波羅念四念處滿足咧？咁樣啊，咁啊同上邊嘅經期一樣，不過一個咧就現代漢語，一個咧就係呢啲所謂嘅古文啊，都幾難，即係你初學都幾難明嘅，即係要跟佢先得嘅。就睇慣咗冇乜所謂。咁啊，是比丘依止聚落啊，即係依住啲村莊啊。咁啊點解咧？嗰時嘅比丘乞食嘅，因為頭先都講啦，而家嘅南傳比丘咧就有啲係乞食嘅，有啲唔係乞食。咁啊，好似呢輪啱啱即係香港咧即係喺九龍城嗰個地方，好多泰國人居住咧，就有比丘咧喺嗰度，咁啊佢哋就共爭。咁啊喺網上睇到啲相，咁我都試過共爭㗎。咁但係咧香港人咧就比較困難啦，因為咧原來共爭要跪喺度嘅，即係成立跪晒喺度，跟住個僧人咧就行過啊，咁啊行過嘅時候咧你就擺落個缽嗰度，所以就不過就幾開心嘅嚇，做呢個幾快樂嘅一個修行嚟。咁但係如果你喺大街大巷咧，就叫你即係跪喺度供僧，就可能咧香港人又未必接受。咁呢個事實上咁啊。咁啊泰國人就得嘅，咁呢個佢哋嘅文化啊。咁啊，如是聖弟子又點咧嚇？咁啊，乃至嚇滅出息學啊。柯蘭如是聖弟子咧，就入息念時如入息學念學啊，出息念時如出息念學。咁即係咧就出息入息啦啊，即係學修呢個覺知出入息咁解嘅啫。嗰啲文字就難睇啲。咁跟住咧四個字，若長若短。咁啊，你記得上次咧就出息長啊，先出息長，入息長先入息長，出息短先出息短，入息短先出息短。我一講都講到好似黐嚟筋。咁佢呢度四個字啫，若長若短講完啦。咁啊，一切身行覺知，即係咧你覺知自己嘅身體啦，啊咁啊即係知識變身啦。咁呢個咧上次都講過啦嚇。咁有兩個講法嘅啊，即係咧呢個身行咧，即係知識變身呢個身咧，有啲嘅學派咧係指呼吸嘅本身。咁如果呼吸本身咧，就即係你覺知晒成個呼吸嘅過程啦。咁有啲呢個身咧係指你嘅身體，咁即係你呼吸嘅時候覺知你嘅身體啦。咁兩種咧喺我角度咧，我覺得係同嘅宗派對法嘅唔同睇法，即係都可以接受。咁佢話入息念時如入息念學，出息念時出息念學一樣啦，同上邊。咁啊，身行休息啊，入息念時，而身行休息入息念學啊。咁啊，身行休息出息念時就如身行休息出息念學啦。咁呢個咧就叫做平息身行啦啊。咁即係話咧，你收出入息咧，去到功夫夠啦，慢慢咧個身體嘅種種嘅活動咧會平息落嚟啦啊。咁如果去到最高境界，可能咧就係你呼吸都停啦。啊，上次講過噶啦嚇。咁睇你指嗰個身係咩啦？咁如果你指嗰個身咧係呼吸咧，咁就係即係呢個嘅身行休息咧，就係你呼吸停落嚟。咁如果你嗰個身係指我哋呢個身體咧，就我哋身體裏邊好多仲係喐緊噶嘛，雖然你坐喺度啫。咁啊，慢慢咧身體嘅功能慢慢會靜落嚟啊。咁啊，聖弟子以時咧，身觀念住啊，異於身者啊，亦於彼隨身此彼思維啦啊，即係佢而家咧淨係觀個身嘅啫啊，咁就冇執着冇執取咁嘅意思啊，即係同呢個大念處經一樣。咁跟住第二段咧，就係同上邊一樣啦，即係嗰上面上一堂講個經一樣啦，就係講呢個受念處啦啊。咁啊，聖弟子咧就起覺知啊，樂覺知，心行覺知，即係你只要起，只要落啦。呢個係所謂嘅受念處啊。咁啊，心行識覺知，咁呢啲無論起啊，無論落啊，無論憂啊，無論苦啊，其實都係生滅法嚟嘅，有一日咧會消失嘅啊，有一日咧會止息嘅啊。咁所以咧就呢個係修呢個嘅受念處啦。咁啊，因為同上次個經一樣咧，我哋用太多時間講佢啦嚇。咁跟住咧就第三個四法咧就係心啦啊，有聖弟子咧心覺知，其實即係覺知心啫。心悅啊，咁你個心咧會歡悅啊，心定啊，心解脫啦。
咁喺上次都講過咧，如果你根據大念處經嗰個心念處咧，佢其實係覺知你心嘅境界，就唔係就咁咧就念頭禪修或者思想禪修咁簡單嘅。因為咧平時譬如好多師傅咧，無論南北傳師傅咧，都會教念頭禪修嘅，即係你自己知道自己個心諗緊乜啊，咁你個心諗緊乜咧咁樣啊？咁有啲咧，如果譬如有心所嘅，南傳有心所嘅講法，啊漢傳有心所嘅講法啊，唯識咧有50幾個心所，南傳有50幾個心所，有啲同有啲唔同嘅。咁啊，即係各知自己嘅心所啊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啊，佛陀喺大念處經裏邊嗰個心念處啊，即係點樣講啊，深細啲嘅。佢係覺知你個心嘅境界，你個心究竟喺欲界啊，喺色界啊，抑或更高？咁咧，咩係欲界咧？譬如你個貪欲瞋恚咪欲界咯，就算好細微都係欲界。咁啊，如果你有愚痴，知有愚痴；冇愚痴，知冇愚痴咧。愚痴咧，如果係粗嘅愚痴咪欲界咯，深細嘅愚痴咪色界，甚至無色界都有愚痴。咁啊，如是其他嗰啲咧，其他嗰啲譬如咧有集中之集中，不集中之不集中，廣大之廣大，不廣大之不廣大。呢度嘅集中同埋廣大咧，其實指禪定嘅境界，色界嘅境界，即係你色界嘅心境啊，寬悦嘅，即係禪色界天人咧係一種愉悦嘅心境，但係唔係我哋欲界嗰種愉悦，即係唔係咧五欲嘅享受得嚟嘅愉悦，佢嗰種係禪悦啊。係好細微嘅落嚟，咁啊，所以咧，你未經歷過係唔知嘅。咁如果你要經歷咧，你就努力啲去禪修。咁如果更加高嘅無色界嘅定境咧，有更深嘅禪悅啊，嗰啲禪悅咧，係啲好細嘅落啊。咁啊，所以呢度你見到佢咧，覺知心啊，心覺知即係覺知心啦，心悅啊，愉悅啊，啲禪悅嘅境界，心定個心入咗定啊。咁啊，心入咗定即係心解脫。嗱，呢度嘅心解脫咧，係指甚深禪定，即係咧你嗰個心咧係去到一個嘅禪定境界，嗰個定力咧暫時鎮伏煩惱嘅意思。咁所以咧暫時鎮伏煩惱咧就唔係煩惱斷咗，因為點解咧？你個定力一退咧，嗰煩惱會翻嚟，即係貪嗔痴會翻嚟啊！咁你要留意佢呢啲經典啊。咁就係入息念時如入息念學啦嚇，心解脫啊，出息念時如心解脫出息念學啦嚇，就咁樣。咁呢個咧，佢經文係簡化好多嘅啊。如果你係南傳嘅話咧，就會4樣嘢都同時用呢個出入息咁樣，咁就比較襯啲啦嚇。佢而家就簡單啲啦。咁跟住最後4個咧，就同上次講嘅有少少唔同啊。佢話若聖弟子有時咧觀無常斷無欲滅啊。咁就如無常斷無欲滅住學啊！咁呢個咧就係無論上邊講嘅身體感受現象啊，同埋呢個嘅心嘅境界啊，因為呢個心解脫並唔係咧智慧解脫煩惱嘅解脫，係甚深禪定，即係一啲咧色界或者無色界天人嘅心境嚟，都係無常嘅啊。咁如果你睇到佢無常生命咧，你斷去呢啲執着啊，咁咧就無欲。啊，無欲嗰個滅喎，呢個滅嘅意思即係涅槃，即係貪欲瞋恚愚痴咧，熄滅咁嘅意思。嗱，呢度同上邊咧有少少唔同嘅。上邊即係原始佛教即係呢個現代漢語嘅翻譯咧，係無常觀無常，跟住無欲滅，跟住捨咁樣嘅。佢呢度咧就無常斷，無欲滅，有少少唔同。咁咧，如果你觀到呢個咧，基本上就係法念處嚟噶啦。因為法念處咧，如果大念處經咧，就係觀五蓋啦，五蘊啦、六處啦、七覺支、八正道呢個四聖諦乃至八正道啊嘛。咁但係其實無常觀咩無常咧？五蘊嘅無常呢個六處嘅無常其實都一樣啊。咁你斷咗對五蘊、對六處嘅執着，咁對佢無欲啦，跟住就滅啊。咁亦都即係呢個係一樣，其實嗰個道理一樣啊，不過啲文字有少少唔同。咁呢個就係用觀呼吸嚟去修四念處啦。咁同上次講嘅一模一樣嘅，咁所以咧就我哋只係咧可以快少少講就得啦。咁跟住就可能尊者有問喎，佢如是收集安羅波羅念啦，令四念處滿足啦，咁就云何修四念處令七覺分滿足咧？咁樣咁呢個咧就係
比較特別啦。咁點樣令到七國份滿足咧？咁啊，佛就同阿柯蘭講啦，佢話咧，如果比丘身觀念住，即係你觀身啊，觀身其中一個特點，即係時常用嘅就係觀呼吸啦。其實唔係淨係觀呼吸嘅，譬如你睇《大念處經》裏邊咧，有不淨觀啦，啊，有呢個四界分別觀啦，亦都有呢個嘅威儀動作啦，嚇，四大威儀即係行住坐臥啦，呢啲譬如平時身體嘅種種活動都可以觀得。咁啊，不過觀呼吸咧，就係最容，即係點樣講啊？最容易運用嘅方法啊，咁解嘅啫。嗱，咁佢呢度話咧，當你做身念處，譬如觀呼吸啦，啊，咁啊係念住不忘啦，即係你任何時間都可以咧嚇呢個嘅身念處，咁以時咧方便啊修呢個念覺分。咁即係話咧，你其實係禪修，你一定要用正念噶嘛，啊，咁啊正念咧就其實就應該係八正道嘅一支嚟㗎，咁你觀呼吸都係用正念啊，咁所以其實收緊呢個念覺支啊，呢度念覺分呢三個字啦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其實你修呢個四念處咧啊成就啊，即係你嗰個念覺分成就，即係同一樣嘢其實。咁你念覺分滿足嘅時候咧，就念覺分滿足已啦。咁啊點咧？就於法選擇思量啊，咁啊擇法方便啊，咁啊即係以時方便修呢個擇法覺分。咁啊，如果我哋用七覺支，用個支唔用分咧，就係念覺支、擇法覺支啦。咁擇法覺支即係選擇法咁解。咁轉擇法當然咧，唔同師傅有唔同解釋嘅。咁一般嘅講法咧，擇咩法咧？擇善法或者不善法。咁當然你禪修或者佛法嘅修行係善法啦嚇。咁跟住咧就擇呢個解脫法，不是解脫法嚇。如果你修解脫道咧，就係解脫法啦嚇。咁跟住咧就係可責備嘅法，不可責備嘅法。咁啊，如果比丘嚟講咧，有啲你如果做某啲嘢咧，係會被責備嘅喎啊。咁所以咧，經典裏邊都成日提到咧，就唔好做一啲咧俾一啲嘅長老比丘責備嘅一啲咁嘅行為啦嚇，呢個責法啊。咁咧，所以如果你念覺分滿足咧，咁你咧個心就會善於選擇思量啊，你自然咧就會修，其實喺度收緊擇法覺支。咁你擇法覺支滿足咧，咁你自然其實已經精勤方便，因為如果你唔精勤咧，你做唔到上面嘅念覺支同埋呢個嘅擇法覺支嘅。嗱，咁精勤嚟講，即係不放逸咁解啦。咁但係喺度提一提大家咧，你如果係禪修嚟講咧，所謂精勤，所謂不放逸咧，你就唔好逼自己喎。即係你好似可能你運動員出身嘅啊，我一日要練10個鐘咁。譬如我哋玩樂器嗰啲，即係嗰啲嘅職業嘅即係演奏家咧，國內嘅職業演奏家一日要練10個鐘，哇！真係想唔睇物理治療都唔得嘅啫。你諗下彈琴一日彈10個鐘啊，真係見過有啲人係隻手傷咗，結果以後彈唔到啊。嗰個人就唔係彈琴啊，拉大提琴啊，即係拉到傷咗。咁啊，可能對佢都好嘅，因為佢年青嘅就有手傷咗，即係冇辦法喺呢個圈裏邊繼續啦，所以就轉咗行啊。咁啊，因為咧，如果所謂嘅精勤咧，有時你要俾自己一個空間嘅喎，即係你要，因為佛法咧嗰個嘅精勤咧，你係去做一個因，你就唔係去求果。因為如果你我咧一定要，即係譬如我好希望今生解脫嘅。啊，今生所作已辦不受有，咁你有呢個願咧，當然係非常好嘅。咁但係咧，你唔好咧監粗嚟喎，即係廣東話叫做，即係你唔好咧逼自己喎，因為如果逼自己咧，呢個係一個變咗係一個貪欲啊，個心咧唔逼得喎。點解個心唔逼得？一個心唔係你嚟嘅，個心亦都唔係你的啊，心不是你，心不是你的，心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咁所以咧，你只能夠咧，即係個功夫到啦，佢會解脫，佢自然會解脫，佢會覺，佢自然會覺。啊，你唔可以夾硬逼佢啊。咁所以咧，但係咧，當然有佛陀鼓勵弟子咧要精進啦，啊，不放逸啊。咁
咁原來精進不放逸修呢個念處嘅時候咧，或者修禪修嘅時候咧，個心會歡喜啊。咁啊歡喜生起啦。咁如果歡喜生起咧，就係修緊呢個喜覺支或者喜覺分。咁啊喜覺支嘅喜覺分滿足咧，就身心意識啦。嗱，呢個過程咧係咁嘅。你禪修嘅時候咧，個歡喜心生起。咁個歡喜心生起嘅時候咧，嗰個心咧就會生起意識。嗱，呢個意識係舊譯嚟㗎。如果新譯咧就係輕安啊。咁所謂舊譯咧，就係魏晉南北朝嘅時候，譬如呢個《雜可含經》咧，就係魏晉南北朝嘅時候嗰個叫做劉宋啊。劉宋三藏法師唔係食飯，即係你夜翻咧就唔劉宋嗰個劉宋，係姓劉，因為嗰個開國皇帝叫劉裕，咁所以咧佢立咗個朝叫宋朝啊。咁啊喺歷史上避免溝亂咧，所以叫劉宋啊。三藏法師求羅跋陀羅譯，咁新歷叫興安咧，據我所知就係呢個嘅玄奘法師譯嘅，即係唐朝啊。咁就可能新譯比較容易啲理解，輕安啊嘛，即係你人好輕，好安樂嘅意思。咁所以咧，原來你先要歡喜嘅，咁你有歡喜咧，個人先至會有輕安嘅。咁啊，即係或者呢度嚟講叫意識啦，啊意識就輕安。咁啊，輕安又分開身輕安同埋心輕安啊。咁所以佢呢度翻譯咧，身心意識啊。咁啊，以時咧就身心意識意咧，咁就身心樂意啊。啊，咁啊嗰個身心會覺得樂，咁啊得三昧啊，三昧即係成班地即係定啊。咁啊，以時定覺分。咁嗱，如果你睇第啲經咧，佢通常嗰個嘅次序係起已落定，即係你歡喜啦，跟住咧就意識，咁跟住就樂啦，啊咁就得定啊。咁啊咁樣去嘅。咁喜同埋樂點分咧？喜就係心歡喜，即係你係心理上嘅歡喜。咁啊，心理上嘅歡喜咧就會輕安啊，即係意識等於輕安。咁咧就即係話咧，就嗰個心會好輕好安樂，個心又會好輕好安樂啊。咁跟住咧就會樂啦，啊樂咧就身受樂，個身體覺得樂。咁跟住咧就定啊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七覺支嗰個嘅次序咧，就係喜覺支，跟住就意覺支，跟住就定覺支啊。咁佢個樂覺支呢度咧就身心樂意啊，佢都加咗句喺度。咁啊得三昧，咁三昧咧就即係話咧定啦。啊咁以是就定覺分啊，修定覺分已咧啊，就定覺分滿足啊，定覺分滿足啊。嗱喺度順帶一提啦嚇，定覺定咧，samadhi 呢個字咧啊，就翻譯做定啦，或者中國就三昧啦嚇。咁啊，我哋睇啱啱年頭嗰陣時，而家就嚟有年尾，阿哪吒啦嚇，三昧真火燒，咁啊燒咗佢，成咗個金剛不壞身啦。咁其實好似嗰個好似係孫悟空個哪吒都係咁，咁啊唔係好似啊啲小説嚟嘅。咁但係咧三昧咧，嗱如果你學南傳或者而家原始佛教咧，三昧就定咁嘅意思。定即係話咧，你入咗定，咁啊入咗定咧。如果南傳或者原始佛教定咧，就係四禪八定，即係初二三四禪，空無邊處，識無邊處，無所有處，非想非想處。咁啊八樣嘢，咁啊叫四禪。如果八樣嚟到睇咧，就叫八定。再多個想受滅盡定，或者叫滅受想定，睇下點翻譯啫，就叫九重次第定。咁呢個咧就係南傳或者而家原始佛教都係咁嘅睇法嘅定嚟嘅啫。咁但係漢傳不同。如果你睇漢傳嘅經或者論不同，佢呢個三昧咧係某一個嘅智慧境界咁嘅意思，即係唔係定咁解嘅。咁點解我同你咁講咧？我驚你亂啊，所以咧你唔問我就自己同你講啦。所以你見到有啲叫般舟三昧啊，有啲叫做一行三昧啊，即係呢個六祖壇經裏邊一行三昧、般舟三昧，有啲叫念佛三昧。咁佢呢啲咧就唔係定咁簡單，係某一種嘅宗教境界嚟嘅，即係包括埋智慧喺裏邊，就唔係淨係指定。嗱，呢個大家聽得好清楚嚇。漢傳用三昧呢個意思，亦都係 Samadhi 譯過嚟嘅。佢就某程度你睇埋上文下理，佢唔係淨係指四禪八定或者九重次第定，佢係指某一種嘅宗教境界。
譬如波州三昧，波州三昧咧，佛會現喺你面前。呢個當然即係我唔係收嗰樣嘢咯，我知啫。我係即係因為我係需要教學生，我即係需要有呢方面嘅知識啊，所以話俾你聽，我驚你亂㗎。譬如一行三昧呢個喺六祖壇經裏邊，六祖講嘅。又譬如念佛三昧啊，呢個嘅念佛三昧其實唔係淨係淨土，念佛三昧其實唔係淨係淨土嘅，即係喺呢個嘅大智度論裏邊已經提到念佛三昧。咁佢有講到咧聲聞乘嘅念佛三昧、大乘嘅念佛三昧。咁話聲聞乘嘅念佛三昧咧就係念釋迦牟尼佛嘅功德；如果大乘嘅念佛三昧咧就係念呢個十方三世嘅佛嘅功德，哇，非常之多。十方三世嘅佛嘅功德，咁所以呢個咧就你睇呢啲嘅文字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啲，有啲唔同。如果你唔清楚佢分別咧，你好容易就會亂。咁啊，多數咧香港人好客氣嘅，即係唔中意，唔係多敢問問題啊。咁都多數咧教咁耐咧，問親問題都嗰幾個同學嘅啫。咁有啲咧就成棚人喺度嗰陣時唔問嘅，即係收咗工先問，咁啊驚，即係費事阻到人啦咁樣。咁但係咧一問開不得了嘅啫，喺自然嗰度教，一問開話大佬真係個半鐘搞2個半鐘出嚟嘅，點解？即係問解答問題搞1個鐘。咁呢個又係蕭老師嘅傳統嚟，即係咁我又唔好意思破壞佢傳統，因為喺佢班嗰度教。咁你幾耐幾耐咧？即係同你死過啦！你問1個鐘就答你1個鐘，問2個鐘就答你2個鐘。咁但係有時咧，喂，佛教嘅問題邊問得了㗎？三藏十二部經，你俾我任何問題啦，我問你24小時都仲得啊，仲可以有問題問題。即係所以我就多一句，喂，你哋問問題可唔可以圍繞喺我講緊嘅嘢？即係我頭先咪講啲唔等使嘢，即係點解會講三昧啊？講咗去大乘某啲嘅理念咧，因為我驚而家放假啦嘛，咁你又好勤力走去睇嗰啲咁嘅經，咦？點解會呢度又三昧，嗰度又三昧？唔係咁嘅意思咁㗎。即係我對同學嘅期望甚殷嚇，放假就唔好淨係去玩下，揾啲經嚟睇下，起碼都揾《雜可行經》嚟睇下。或者你話《雜可行經》嗰啲咩古文睇到眼光光，咁你咪揾下蕭識球老師嘅翻譯嚟睇下，都幾好睇㗎啫。好啦，咁修定覺分咧，而家翻嚟啦，要原始佛教或者南傳佛教啊。咁定覺分滿足已啦，咁貪憂則滅咯，咁得平等捨啦，即係你建立咗個捨心啦。咁七覺支最後一支咩咧？捨覺支啊嘛。咁捨覺支咧，如果呢度嚟講就唔係淨係放捨咁簡單，即係唔係淨係 abandon 放下咁簡單啦。即係你超越晒所有相對嘅嘢，相對嘅咩咧？我通常就會利衰苦樂清機二位，即係所謂八風吹不動啊。唔係八風冇，係你嘅心咧已經係強到咧呢啲外界影響唔到你咁解啊。咁咧，我哋係咪八風吹不動咧？你搭地鐵嘅時候咧，你好攰坐喺度，突然間有個人話係，喂，你可唔可以讓個位俾我？咁你點？望下先，點解可以讓位俾你？咁通常香港人嚟，即係台灣嗰度咧，嗰個咁嘅好似大學生嚟，一起身一腳硬我喎，離晒譜。即係嗰個婆可能係唔係好啱嘅，即係揾個袋嚟到打佢。咁但係老人家你唔係膽打佢，你一腳踢。你知唔知香港前一度有單案啊？喺間嗰啲嘅即係便利店嗰度，有兩個人喺度嗌交。咁有個阿伯就走去勸交，嗰個年青人一掌打落，一推落個阿伯度，阿伯就跌落幾個死咗。大件事，呢啲叫咩？誤殺。結果唔知有冇成立，已經坐咗輪監啦，因為捉咗冇得假釋咁啊，坐輪監，咁何苦咧？即係所以有時嘢兩樣嘢啊，即係有嗰句話嗰句，第一樣嘢你要勸交，如果你睇清楚咩環境，如果你係仲老過我咧，你就離遠啲或者打3條狗揾警察嚟，好似穩陣啲啊。如果唔係真係跌一跌，因為點解咧？去到咁上下，你唔知裏邊有咩事噶喎。平時可能好似我咁咁鬼大聲嘅，我夾硬谷出嚟嘅其實。咁可能跌一跌就
下生再見啊！呢生太苦啦，下生揾啲自在啲嘅地方啊，咁定喎。好啦，咁所以咧就，如果你係真係收到捨心嘅時候咧，可能你連生死都超越咗啊！咁呢個咧就一啲都唔容易啊，講係易嘅啫。好啦，咁咧如果你捨心圓滿啦，咁啊七國份圓滿啊，咁啊捨心圓滿。咁啊，跟住你見到咧，受心法念處如是說啦。咁即係話咧，你唔一定修心念處可以成就呢個嘅七國支嘅，修受又得，心又得，法念處又得啊，咁嘅意思啊。咁跟住咧又問啊，阿難尊者都要問。咁啊，是名修呢個四念處啦，滿足七國份啦。咁啊，七國份又點樣令到明同埋解脫咧？咁樣啊？咁啊，佛啊告阿難啊，佢話比丘如果修呢個念國份咧，知遠離，知無欲，依滅向捨。嗱，呢四句好出名嘅嚇，我見到有啲書咧，直頭用呢四句嚟做書名嘅。所以我哋如果係解脫道嘅修行咧，啊，大家如果係修解脫道咧，你就要跟呢四句啦。啊，知遠離啊，你要遠離咩咧？你係咪遠離呢個世間咧？你咪對人世間仲有好多執着咧？如果對人世間好多執着咧，就好坦白講，解脫道咧就仲有一段好長嘅日子要走啊。咁但係咧就話翻轉頭，如果係真係遠離心或者出離心好厲害嘅修行人咧，可能一早已經出咗家啦啊！即係佢係可以完全唔執着咁去出家。咁你有宏法噶嘛？咁啊出家咪出完家去解脫咗，咪翻去宏法咯，就咁簡單。即係個先後次序問題啫嘛。你係一面宏法，一面修呢個嘅修行啦，即係話你完成咗你嗰個解脫啦，然之後先至即係你解脫咗先至宏法咧咁。咁你譬如佛陀佢都係解脫咗先。咁所以呢個咧就當我哋批評第二啲宗派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小心啲咯。因為如果你批評嘅時候咧，有時唔覺意咧，就連佛陀都批評埋啊。咁如果連佛陀都批評埋咧，可以好大件事噶喎。所以咧就我年青嘅時候就好中意爭論，即係嗰個性格嘅問題。其實我就唔係中意爭論。我話當年嗰個嘅社會風氣咧，就話真理越辯越明。即係我年青嘅時候就咁，所以我就好希望知道真理係乜。咁所以咧就通常去向嗰啲高人咧就請教啊。咁所以咧咁，但係又唔係咁容易接受佢嗰套，咁所以咪好似覺得有啲爭論。咁但係而家咧就唔爭論，因為點解咧？譬如你同一個嘅第二派嘅高人，譬如你同個天主教徒或者基督徒，你傾呢啲宗教問題咧，佢哋有個好容易有個陋習咧，就係彈你嗰排。咁你如果咁嘅問題咧，為咗佢嘅緣故，最好即刻收聲，因為再搞落佢綁法，佢可以好大鑊啊，唔係你啊。不過你都變咗幫兇，咁所以咧就通常咧而家咧就老咗啦。唉，你啱你啱，收工咯，就係咁啫。因為點解咧？一講到宗教咧，一講到信仰，你只要合掌嘅就冇計。即係我都有好多朋友係基督徒嚟嘅，咁你冇辦法嘅，即係佢喺度去嗰個位嘅時候咧，你只有合掌嘅啫。你要改變佢嘅信仰，因為除非佢出聲問你，如果不過出聲問得你啊，多數都係想挑戰你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就即係冇辦法。咁我都如果有啲問題就唔係我嘅問題嚟嘅啊。即係本來嗰個佢話自己係佛教徒，但係嫁咗個基督徒，即係年青嘅。咁啊搞個基督徒就即係有啲社會地位嗰啲人，咁就即係我都去過基督教婚禮啊。咁佢哋要揾牧師嚟到證婚，咁我面都未見過咁樣嘅證婚。咁啊喺個台上邊，即係佢哋因為音樂人嚟嘅表演人喺個台上面着得最企理嗰個，原來係律師。嗰個着住牛仔褲 T 恤嗰個咧，唔係 T 恤，我唔記得佢着咩，總之下身係叫佢着牛仔褲。咁就原來係牧師嚟嘅。咁就大家搭住膊頭，咁就祝福，咁啊證婚。我第一次見到咁嘅證婚。咁啊跟住隔離嗰個即係長輩級啊，咦又話佛教徒啊，又話皈依乜乜大師嘅，點解而家變咗基督徒咧？咁跟住我話佢先生係基督徒啊嘛。唉，嫁夫隨夫啦，基督徒幾好啊，冇問題。
咁於是就即係當然啊，啲阿長輩就唔係幾高興，咁唔係幾高興關你鬼事咩？人哋結婚，你係長輩啫，但係你唔係嗰啲親戚噶嘛，即係你可能人哋尊重你啊，叫聲老師啫，唔尊重你可以唔食。咁所以呢個有好多呢啲問題。咁咧，連呢啲東西都要咩遠離。咁如果你遠離咧，就會無欲啦。咁但係其實你遠離咧有個方法，就係你觀察事物嘅無常生滅啊，咁會帶到你嘅遠離啊。咁啊遠離就無欲啊。咁啊依滅啊滅，即係其實係貪欲嗔恚愚痴嘅熄滅，即係涅槃嘅另一個名嚟。向於捨啊，捨即係放下啊。咁啊，所以咧就嗰陣時好笑嘅，嗰陣時有個跟過一個一個嗰個係師傅嚟嘅。咁啊，可能佢俾人哋即係頂撞得多。即係如果你話自己係禪師咧，我唔係禪師啊。你如果話自己係禪師，我諗你實俾人頂撞噶啦。咁啊，有人頂撞佢話：，嘿，而家做禪師容易做啫嘛。你識講兩個字就兩句嘢，你可以做禪師噶啦。第一句係正念，第二句放下啊，就係咁。所以向於捨呢個，我就諗起呢個師傅。咁啊，佢而家俾人罵多，咁我喺度笑啦，真係。咁我因為我都會教正念，會教嗰時未教嚇，而家嗰時成十幾廿年前，即係會教呢個正念，會教寫啦嚇。咁但係咧就講就易嚇，做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嚇。咁啊呢四樣嘢啊，如果你修解脫道咧，就背咗佢得噶啦啊！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啊。咁啊修念覺分已啊，咁就原來你咧修呢個七覺支咧，就要依呢四樣嘢，咁然之後先可以滿足明同埋解脫啊。咁呢個咧就有佛陀教噶啦啊。咁啊乃至於捨覺分啦，咁亦都係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。咁啊如是修捨覺分，即係修七覺支都要，七覺分即係七覺支啦，啊都要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。咁咧就阿難是名法法相類，就法法相用啊，如是十三法，十三樣嘢啊。咁就一法為門啊，次第增進啊，咁就收集滿足。咁呢個十三法即係咩咧？你加下佢啦，四念處就七覺支，七加四就11，咁加埋明解脫咪13咯。咁啊，阿耨波羅念咧就係門嗰度門嚟噶啊，咁就係咁。咁就咁啊，下邊仲有一個經嘅啊，咁我哋就下次先講。咁啊，停止分享啦啊。咁啊，跟住我哋去進入呢個禪修嘅部分。咁啊，有啲同學咧就提我吓，哇，你禪修都唔係好掂嘅啫喎，咁樣啊，我點都唔掂。佢話我同我講話你禪修唔係好掂嘅啫。哎呀，見到你禪修咧皺晒眉頭嘅，幾時見我禪修皺眉頭？喺呢度咯。咁我就同佢講，其實我唔係做緊禪修啊，你哋禪修咋，我喺度做緊其他嘢。即係我又要記低有幾多人上堂啦，啊，又要睇下有冇人咧有問題啦等等啊。咁所以就即係同大家講講事，都幾好笑嘅有時。不過佢嗰個朋友都係關心我。咁啊，事實上佢講得啱嘅，我禪修都唔係幾掂啊，因為其實咧誒，即係如果呢幅得唔得咧？歪歪地緊要啦，就呢幅，因為咧就如果禪而家可以刪咗喎呢邊啊。如果禪修嚟講咧，其實如果你教學生咧，即係你出嚟教學生咧，就反為會令到你個心咧係有啲要懼，即係你要準備課程啦，你要諗好多教書嘅東西啦啊。咁就所以即係你見到即係譬如常林法師啦，都話要即係閉關唔知幾多個月。咁啊佢仲多嘢啦，又攝影禪啊，又樣樣禪啊。咁就即係我就同有啲朋友睇上林法師，有啲人又唔係好 buy 佢。咁啊，當然我冇乜所謂，即係我覺得，因為佢喺香港比較特別啊嘛，即係香港出家咁出名啊，比較少有嘅，所以就通常會提下啫。即係如果你係即係
唔係好喜歡呢個師傅，咪唔喜歡冇所謂啊。好啦，咁咧就我哋咧就準備禪修，咁你可以揾張凳坐下啦。咁啊，通常都會提一提大家咧，仲要係個姿勢咧，姿勢就係你嗰個腰身同埋嗰個嘅頸啊，成個人要所謂頭肉正直。咁你見到呢個佛陀嘅像咧，呢個佛陀嘅像其實係金寶樓嗰個像嘅，不過唔知點解我用呢部機影咧，影到歪歪地，緊要啦，因為金寶樓呢個像就實會俾人話侵犯版權咯。咁就全身放鬆係好重要嘅。咁啊，所以咧禪修嘅時候咧，要放下貪欲啊，因為如果你一有想要嘅心咧，即係貪欲唔一定係好強烈嘅邪情惡欲嚟嘅。你有啲嘢想要想得到咧，你個人咧就自然會好緊嘅啊。所以禪修咧放鬆好重要，即係咩都唔想要，想要等禪修完先。咁禪修自己想唔想要？想啊，你坐得一個舒服嘅姿勢。咁頭先嗰個經都話啦，你點樣可以入定咧？喜啊，喜覺之啊，你要有個歡喜嘅心。咁所以咧，你要選擇一個嘅禪修對象咧，係適合你嘅。而家講緊止禪啊，咁啊，呼吸係咪適合你咧？你要自己去拿捏，自己去選擇。因為咧，我都冇辦法咧幫你去選擇嘅，真係擇法啦。即係如果你呼吸係最容易啊，唔係最容易係最方便啊。咁但係仲有一個都好方便嘅身體，咁你可以咧隨自己去選擇啊。俾咩方便咧？譬如你念名號啊，念名號南傳都有嘅，念佛陀。咁啊，咁啊，你如果喜歡嘅都可以啊。即係止禪係冇乜特別嘅要求嘅啊。即係如果喺南傳嗰個啊，好啦，咁咧就我哋可以坐個舒服嘅姿勢啦，跟住我敲呢個磬嚟睇埋。咁跟住咧做好姿勢之後咧，我哋先俾自己嘅心咧休息一陣，放鬆身心，俾個心休息。咁咧，你如果自己修咧，休息都可以係一種嘅禪修嚟嘅。咁但係咧就
唔好走去胡思亂想。如果胡思亂想或者瞓着咗咧，都唔係休息啊。咁就跟住休息夠咧，就可以去選擇一啲禪修對境啦。咁我哋咧都係今堂都係用翻呢個觀呼吸啦，因為講緊觀呼吸。咁啊，先覺知呼吸。咁如果你對於覺知呼吸咧係有困難或者有問題咧，咁你可以覺知身體都得，先覺知整個身體，呢個可以選擇。好啦，咁今堂咧，我哋試下咧喺觀呼吸嘅基礎上咧，覺知我哋個心。我哋個心咧，所謂心猿意馬，嗰啲念頭同埋思想咧不斷。咁咧，其實如果跟大念處經咧，頭先都講咗啦，係覺知嗰個心嘅狀態或者個境界。咁但係咧，禪修嘅時候咧，我哋又唔需要一定咁執着。我哋可以先咧以呼吸做基礎啊，覺知我哋嘅心究竟當下喺度做緊乜。
然之後慢慢咧先去到覺知嗰個心嘅境界。嗱，覺知我哋嘅心咧係比較困難，因為個心咧行得好快，咁所以以呼吸做基礎咧，就好似呼吸好似個錨咁，就令到你個心比較定。咁所以如果失念咧，即係唔記得咗自己喺度禪修咧，就望一望咩令到你失念，跟住又翻嚟就可以啦，唔好怪責自己嘅。咁你個心
裏邊係啲乜嘢有流轉咧？呢個講嘅心係你嘅心理啊，思想心理，譬如記憶啊，譬如感情啊、情緒啊、想做嘅嘢等等，分析啊等。我哋只係咧望住個心，或者覺知個心有啲乜嘢，重點係一個覺知嘅。我哋繼續覺知我哋嘅心，覺知我哋嘅心理活動，以呼吸做基礎。
持續去覺知我哋嘅心，以呼吸做基礎。當然，如果大家可以有定嘅感覺，或者有輕安嘅感覺，咁就非常之好。咁如果一般覺知到，知道自己個心喺度做緊乜，咁都唔錯。好啦，咁時間差唔多啦，我翻屋企。金寶流嘅磬咧，好好聲。好啦，咁而家咧就最後都宣佈翻啦。頭先都講過啦嚇，不過可能啲同學未日上 Zoom 啊頭先。咁呢一堂係2025年最後一堂啦，因為再落去2個禮拜咧，下個禮拜三就係聖誕前夕，再下個禮拜三就係除夕嚟，所以下一堂咧就會係1月7號啊，即係2026。咁咁快又2026。我哋呢個課程仲有5堂啊，咁咁跟住落去咧就睇下新課程點處理啊，點樣。好啦，咁而家到呢個嘅問答時間啦，睇下大家有冇咩問題。Zoom meeting 嗰度已經有一個人提出呢個問題，即係都係嗰句啦，即係你可以喺嗰個嘅即係聊天室嗰度打落去啦，或者你舉手。有個問題咧，老師好，請問老師正法欲係一種貪欲，但若從精勤嘅角度嚟睇，可否把它視為精勤的一種形式或行動？大概就是因為有這方面的欲念，所以會去求知，還是兩者應分開來，即正法欲就係正法欲，精勤就係精勤。正法欲、精勤、精勤，你係咪知精進？睇多啲。通常經典裏邊又用精進比較多，唔係即係呢個正精進行。咁正法欲就睇你點睇。
即係就算喺37度菩提分裏邊嘅四神足都有所謂欲勤心觀，即係嗰個欲咧，即係四神足啊嘛，咁就係、嗰個欲就係淨化欲。咁淨化欲咧就有啲老師講就為貪欲嚟，即係一個即係想解脫、想修行嘅一個欲。就因為貪欲咧，佢嘅意思係咩咧？譬如你係欲界嘅貪欲，你有五欲嘅貪欲，即係眼耳鼻舌身對於外境嘅一種攀緣，即係眼耳鼻舌身我哋嘅五官啦，對外邊嘅色聲香味觸。如果你見到一啲咧令你覺得可愛、可義、可憐嘅東西，即係你歡喜嘅東西啦，咁你生起一個貪欲嘅心，咁個貪欲會點咧？呢個有啲經譯到欲貪嘅，即係你想去擁有佢啊，想去達成佢，或者想去食佢，即係好簡單咁講，你見到一個食物好樣嘅，又好香嘅，咁啊，而家仲有埋聲音添啊，譬如嗰啲日本嗰啲喺你面前煮嘅咁樣，咁你又想食佢，咁嗰種係欲貪。咁譬如咧，即係喺十劫裏邊有所謂色界貪、無色界貪，即係你嗰種就係生存嘅貪，即係存在嘅貪，即係你想欲界嗰種嘅生存。咁其實所謂色界貪、無色界貪，某程度都可以話貪着嗰種禪悅嘅感覺嘅。啊，咁呢啲係對某啲嘅欲嘅貪，即係某啲嘅五官嘅貪，或者對禪悅嘅貪。啊，咁就唔係正法欲。正法欲某程度你係想修行、想正果，呢啲叫正法欲，唔同噶。所以正法欲咧，有啲個老師將佢分類咧，就唔屬於貪欲。正法欲就係正法欲，貪欲就係貪欲。咁貪欲又分開欲界貪欲、色界貪欲、無色界嘅貪欲。咁即係可以咁樣分。咁啊，如果正法欲咧係一個好嘢嚟嘅，即係你譬如阿佛陀咁樣，佢想去修行解脫啊，即係太子都唔做啦，啊，識咗太子啊，放低咗太子啦，放低咗佢嘅即係權力啊、地位啊、家庭咩都放低，咁就因為個正法欲，所以佢修行。咁呢個係正法欲。咁至於正法欲同精勤有兩嘢，即係你有一個咁嘅即係正法欲啊，即係你有個咁嘅欲望啊，你有咁嘅願啊，或者即係如果漢傳好興講願，願啦，咁啊願去解脫啦咁樣。咁你修行，咁你好精勤咁去修行。咁所以精勤係利用形容你嗰個嘅修行嗰個嘅勤力，咁就即係好似你文字裏邊所講嘅精勤。所以精勤同正法做嗰兩嘢。咁你話佢可以係一個動機，咁都可以叫動機嘅，即係一個嘅，即係令到你覺得佢有咁嘅需要去修行。咁如果喺解脫道嘅修行嚟講咧，通常係你會睇到苦，即係譬如釋迦太子係最好嘅例子啦。佢去即係東南西北門去遊啊，咁就見到老病死，咁見到老病死之後咧，就太子都唔做啊嘛，咁啊最後一次就見到個沙門，咁啊佢覺得好寧靜啊，佢就想做沙門。咁呢啲可以叫正法欲，咁亦都咧變咗一個動機，令到佢想修行解脫啊。咁就係咁樣咯。咁啊至於精勤或者正精進呢啲，就係形容佢修行嗰個。咁當然精進要適當嘅精進，正法欲亦都係要適當。即係如果係錯誤地運用咧，譬如喺佛經裏邊咧，事實上有一個咁嘅古仔，即係應該係律作，即係就係有一次阿佛陀就走去要禪修1個月、2個月咁嘅，記得咗個時間。咁佢禪修嘅時候咧，就即係而家嘅語言叫閉關，不過喺原始經典冇閉關呢咁嘅詞語。咁就總之就收埋自己收，即係佛陀都要休息㗎，即係因為教咁多弟子，咁佢一年365日都要教緊。咁跟住出嚟嘅時候咧，就發覺咦，點解啲弟子少咗咁多？咁於是就問柯南。咁柯南尊者同佢講咧，佢話有啲嘅師兄咧，即係比丘喎，佛陀嗰個年代，佢收呢個不淨觀咧，收到有啲即係
經典裏邊就話俾啲惡魔嚟到遮住個心，即係佢覺得咧，哇！我哋呢個身體真係好厭惡，即係好不正嘅啊，咁就好唔想再有呢個身體，於是就想死啦，即係想咁咧就叫即係自殺啊，或者叫其他嘅師兄嗱，你殺咗我咧，殺咗我衣缽歸你啦。咁呢個係應該係史實嚟嘅，因為喺律狀裏面有。咁就於是乎咧，就如是就一係自殺，一係就叫他人殺自己。咁所以就佛陀出咗嚟咧，就於是制戒，就係咩戒咧？殺戒。咁啊，我喺呢個課程都講過啦，即係佛陀最初嘅僧團咧，1250人，區全部都係大阿羅漢，根本唔需要制呢個波羅提木叉律儀，即係唔需要制戒，佢自己已經個行為係冇偏差噶啦。啊，咁但係咧，因為後來嘅僧團咧越嚟越大啊，咁啊，所謂良莠不齊嘅一啲初出家嘅弟子咧，譬如頭先講嗰啲一定係初出家，即係修不淨觀咧，就修到即係有啲走火入魔啊，即係而家嘅語言叫走火入魔，總之偏差啦啊，咁就於是咧就好憎厭自己嘅身體，所以自殺。咁呢個係當然係錯噶啦，即係喺我哋角度，因為點解咧？呢啲可以叫正法欲，但係走偏差咗個正法欲，咁所以咧嗰個正法欲咧要處理得好好，即係咧，所以我成日即係同我分享咧就話，你學佛咧嘅修行咧，你只可以作因，或者只可以做因，你唔好去強求個果，如果唔係就會成為你嘅障礙，因為你作因咧。即係譬如而家我去求我修頭先叫你修安那波羅啦，即係觀呼吸啦，或者叫你修呢個嘅戒定慧啦，咁你係做個因，咁但係至於個果幾時嚟咧，我幾時解決得㗎？即係人生咁辛苦又時間冇多喎，我都幾廿歲啦，好似我咁。咁但係如果你咁樣求果咧，反而會障礙到你。所以正法就係好嘅，咁但係咧你要嗰個嘅拿捏個尺度咧，要好聰明。即係好有智慧先得。如果你好似嗰啲比丘咁咧，唉，你殺咗我啦，即係個身體太不淨啦，咁咧我唔想再繼續喺呢個輪迴裏邊。咁就反為仲大件事，因為如果你咁樣死法嘅話咧，分分鐘就可能落惡道添，即係唔止冇得解脫，落惡道啊！即係點解咧？就據我都唔好講咁多啦。即係總之咧，就佛教裏邊咧就主張自殺㗎，當然唔主張他殺啦。他殺即係你將佢殺人，唔知答唔答到呢個同學嘅問題啊？咁啊，咁所以佢話明白了嘛，多謝你。咁有問題係好嘅啊，即係非常之建議係有問題，咁啊可以大家即係討論啊，同埋因為我未必一定答到同學嘅問題，即係有位大德講過咧，嗰個大德叫邊？鈴木大珠啊，日本禪宗上世紀中嘅一個嘅去美國弘法嘅一個大德，佢話所有嘅問題只有自己可以答到自己嘅啫，即係譬如你嘅心裏邊有個問題啊，即係你問老師，老師問你未必答得到你嘅，佢只係一個助緣，真正答到問題你自己。咁呢句你可以接受，可以唔接受嘅，因為佢啲禪宗嘅大德通常講啲嘢都係好鬼難明。好啦，有冇其他問題？係成晚都有音樂聲。表聲跟咗佢可以，即係吸引咗佢心音樂。
即係金寶樓呢度嘅音樂，因為金寶樓呢個單位隔離係教跳舞嘅，咁佢今晚嘅音樂咧已經相對係 gen 點樣講啊？即係咪和諧啲？因為我聽唔到，我呢個位聽唔到。理解啦，你啱啱坐喺嗰個嗱，幾時聽到咧？禪修我就聽到啦，我聽到琴聲，我淨係聽到琴聲啫。之前我講緊嘅時候我聽唔到，咁咧就聲音就好似念頭咁嘅，外邊有啲教念頭禪修咧，就同聲音一齊嘅，即係原來係一個比喻，即係聲音來聲音走，即係聲音係一個唔係一個永恆嘅嘢嘅，佢生滅嘅嘢嘅啫嚟走。咁但係咧，如果喺金寶樓呢度大件事咧，就隔離啱啱同時間就教跳舞，咁教跳舞一定有音樂。咁啊試過教一啲即係嗰啲好強烈嘅音樂嘅舞蹈啊，即係可能教嗰啲我唔識嗰啲跳舞音樂㗎，即係嗰啲 rock and roll 嗰啲音樂啦，即係洛爾魯音樂啦。咁嗰啲我就覺得即係有啲騷擾嘅，咁就冇辦法啦。即係我哋亦都係即係如果利用佢一個功課嚟嘅，即係聲音來聲音走，佢係一個嘅生滅法。咁啊，念頭亦都係，思想亦都係，聲音嚟，聲音走，念頭嚟，念頭走。你想留佢都留唔到，聲音又係，譬如而家我聽唔到音樂，可能佢哋學完啦，走咗都冇咯。咁啊，另外情緒又係，情緒比較難啲，因為情緒通常一嚟嘅時候咧，我哋會好容易咧就可能會嬲，可能抑鬱啊，咁啊可能會做一啲行為，想去冇咗行動，去冇咗呢啲抑鬱或者冇咗呢啲憤怒嘅心咧。可能反為會對自己產生咗一啲唔好嘅影響，或者對周圍嘅人產生咗一啲唔好嘅影響。咁啊，傳媒啊，成日都錯誤嘅示範嘅，譬如一有抑鬱、一有憤怒，即係飲酒，啊，真係好大件事，即係唔好，千祈唔好制，千祈唔好咁做。即係你有情緒嘅時候，歡樂嘅情緒 OK 啦，即係就嚟過年啦，咁你即係如果你冇就五戒嘅話咧，你可以思考下啦。如果去飲啊，如果你有五戒，最好唔好破戒啦。因為飲酒嗰個壞嘅處咧係多過好處，即係我自己嘅親身經歷啦嚇。咁啊，咁但係咧就即係傳媒嘅教導咧就其實好錯誤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你飲酒嘅時候咧，佢原來會刺激你個大腦分泌一種令到你開心嘅東西，譬如多巴胺。即係如果你飲酒一飲落去嘅時候咧，會刺激你個大腦即係分泌多巴胺，所以令到你覺得快樂。咁所以點解嗰啲人譬如過年啊都係飲酒會越傾越開心咧？就原來係咁。咁但係咧，如果長時間咧，會令到你抑鬱嘅，即係飲酒反而令到你抑鬱嘅。咁所以你要而家好容易㗎，你上網抄下嗰啲咁嘅資料就知啊。咁啊，所以咧就傳媒嗰啲錯誤示範啦，即係如果你遇到一啲嘅唔開心啊、抑鬱啊、憤怒啊，最好走去行禪啊，或者坐禪啊呢度。如果你揾到人傾嘅好啦，但係唔係咁巧揾到人傾啊嘛，即係亦都有時自己嘢唔想話俾人聽啊嘛，好多時香港人嚟講，特別係男人啊，所以男人都咁早死咧，佢呢啲嘢唔中意俾同人講，屈埋喺裏邊，屈下爆咁咪死得。啊，男人即係男人之苦啊嘛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咧就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做少少回向，跟住完咗今年嘅課程。文願以此課程嘅功德，回向眾生離苦得樂。因為呢一年咧，無論香港或者世界，就有太多嘅各式各樣嘅痛苦啊！希望希望咧，全世界人類都可以喺年終呢段時間咧遠離痛苦啊，咁啊離苦得樂，最終早證涅槃啊！咁啊，好多謝大家。咁我哋今年嘅課程到呢度，出年咧1月7號再見啦，多謝。